好啊！歡迎嚟到 Now Channels 嘅求人謀事職場實錄呢個節目，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Sarah Long。其實坊間咧有好多書籍或者講座咧都有講解一啲求職嘅時候咧要注意嘅一啲重點啦。咁其實今日咧我哋特登邀請咗咧兩位好專業嘅人事顧問，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求職嘅時候究竟要注意啲咩嘢嘅。咁分別就係 Alex 同埋 Jennifer 㗎。Jennifer，咁麻煩你咧先同我哋介紹一下我哋主要注意邊幾部分啦。其實求職之前咧，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有好多，咁大致可以分為3部分啦。咁第一部分就係面試之前嘅一啲準備功夫，中間就係面試嘅時候嘅表現，而最後就係面試之後嘅跟進啦。咁喺今日咧，我會集中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面試嘅時候我哋需要準備嘅工作同埋心態嘅調整。我哋咧會分開4個範疇，第一個就係公司背景啦，第二個就係公司文化。第3個係行業前景同埋工作性質。我想問下點解公司嘅背景咁重要嘅咧？其實求職者咧喺揾公司背景嘅時候咧，需要了解嘅嘢有好多，包括佢嘅規模啦、佢嘅 size 同埋實力同埋前景啦。咁我呢度咧有一個好好嘅例子，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㗎。咁上2個禮拜咧有一個求職者嚟揾我哋。咁佢咧有一間公司 A 啦，咁佢係一間咧香港做消費市場嘅品牌嘅公司嚟嘅。咁因為做消費品啦，所以常常咧都會喺電視啊，或者喺唔同嘅媒體度賣廣告。咁佢就好心儀呢間公司，佢覺得呢間公司好大，好適合佢。咁同時間咧有一間叫公司 C 喎。咁呢間公司 C 係咧一間咧美國嘅上市公司，亦都係咧財富500嘅公司，更加係美國行內啊第2大嘅公司。但係因為佢唔係做緊咧消費品市場，所以咧喺香港係一啲廣告都冇。咁我哋一般嘅人咧其實係完全唔會識佢㗎。咁如果係你，咁你又會點選擇咧？咁當時咧我哋做咗個分析俾呢一個求職者啦。我同佢分析就係話，雖然咧公司 A 咧你聽過，但係如果講行業嗰個前景啦、培訓各樣嘢咧，公司 C 咧可能咧會更加全面同埋周詳咯。咁尤其是喺一個年輕人啦，佢喺職業生涯嗰個 career path 嗰個晉升機會，的確咧會喺公司 C 咧係可能咧會俾得更加大嘅空間俾佢。咁當然啦，呢個年輕人咧都咧即係好聽我哋嗰個分析，亦都做咗一個好聰明嘅選擇咯。Jennifer， 或者我可唔可以補充一下講翻個例子咧？其實就好似我哋讀書一樣嘅啫。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學校都有分 banding 啦。咁唔同嘅學校嘅 banding 都唔同嘅喎。其實咧，我哋有冇即係諗下自己點去定位咯？既我哋係想喺間 Band 1嘅學校嗰度咧做中間嘅中下，定係想喺間 Band 3嘅學校嗰度咧係做一個比較上游嘅一份子咯？咁其實好似咧，我哋有時喺間公司一間中小型嘅香港公司度做嘢咧，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咧，可以轉到一間大型嘅上市公司。而就算你而家已經喺間大型上市公司做緊嘢，而都唔係咁容易可以轉到一間跨國性嘅公司度做嘢咯。所以大家真係有冇諗過咧？點解公司背景會係咁重要咯？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曾經有一次，只要有一次喺一間跨國性大型上市公司做嘢，而擺低履歷上高嘅話咧，其實可以好大幫助得到你揾好多唔同嘅公司嘅工咯。你真係可以調翻一間中小型或者係本地上市公司咧，都可以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原來公司嘅背景咁重要嘅，咁公司嘅文化又點樣影響我哋咧？係啊，公司嘅文化真係非常之重要㗎。最緊要咧就係睇下同自己嘅性格係咪一致啦。咁喺呢度咧，有呢啲公司係好親和嘅，好一個 family 咁樣。但係有啲公司咧就目標為本，要咧result oriented 嘅。咁我記得咧今年年初咧有一個例子喎。咁我一個求職者，咁咧佢就去一間公司嗰度去面試啦。我記得嗰日咧係大年初5嚟嘅，咁嗰幾日咧天氣非常之凍。咁呢個求職者其實好有心，佢咧知道好凍，隻手凍冰冰。一翻到去嗰個面試室咧，佢已經即刻搓掂隻手，諗住自己可以暖啲，一陣間握手嘅時候咧隻手可以和暖一啲啦。點不知當2個面試官走入嚟嘅時候咧，目無表情，冷冰冰。一啲都唔介紹自己，握手都唔握。咁當然啦，喺過程之中，梗係用一個咧好酷嘅態度咯。咁呢個求職者咧面試完之後咧，即刻打電話俾我，話俾我聽，呢間公司咁嘅態度俾佢都唔會做呢間公司咯咁。
其實咧就係、一般嘅求職者真係點樣去途徑可以知得到一啲公司內部嘅文化咧？除非你即係成日喺嗰度做緊啦咁或者係內部嘅同事去介紹啦嗰種情況。咁真係作為一個專業嘅人事顧問咧，其實可以俾到專業嘅意見你哋咯。我哋真係可以話到俾你哋聽關於公司嘅文化啦，入邊啲人係點樣喎去做緊。因為有時咧有啲人係好中意去揀一啲工作壓力比較大啲、競爭性比較高啲嘅職位，因為佢覺得個工作嘅前景比較好啲，同埋嗰啲公司可能俾到更加優厚嘅報酬俾佢啊嘛。咁當你知道全部資料之後，你自己去揀咯。你想係做邊一類型嘅工作？我咧喺選擇行業嘅過程裏邊有一啲實際嘅例子嘅，Alex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好啊，係啊，我好記得咧上個禮拜，咁我同咗一個識咗超過10年嘅一個求職者咧去傾偈啦。佢而家咧就喺間跨國嘅公司嗰度咧做一個部門嘅主管，佢管理咧超過一個150人嘅團隊，而佢嘅年薪咧亦都超過100萬咯。咁其實佢點解會做得到咧？佢真係當初係揀人哋所唔睇好嘅一個行業咯。咁佢好記得咧10幾年前佢啱翻嚟香港，咁嗰陣時咧佢就揀咗個行業就係咩咧？電話推廣。咁其實喺嗰個時代嚟講咧，電話推廣嘅最低學歷要求咧，只係中3，咁有啲中5嘅人啦，當然係。咁啊真係咧，佢以一個外國大學回流香港嘅一個大學生，真係佢又揀咗呢個，人都覺得咦，你冇理由會入去呢個行業度喎，咁啊揀咗。咁而即係所有同事入邊咧，只係成間公司有50人啦，嗰個部門嘅時候，只係得佢一個咧係一個外國留學嘅大學生。而嗰同事就去問佢咯喎，咦你點解要做啊？做呢份工啊？點解唔好好地去做一份文職嘅工作啦，或者你更加個人工更加高啦，更加舒服啦，更加穩定咯。但係真係咧，且取難捨易咯，真係會知道呢個行業嘅前景。所以佢用咗好短嘅時間入咗間公司度，1年半到嘅時間啦，就已經升咗做一個叫主管級，即係 supervisor。3至5年之間咧，就已經升咗做一個即係部門嘅經理咯。咁所以亦都一路好順利咁喺呢個行業度發展落去，到而家真係管理緊一個好大嘅一個團隊咯。哇！呢個咧故事真係好吸引啊！Alex 有冇多啲 tips？究竟邊啲行業係可以咧嚟緊好有前景嘅？我知道咧嚟緊咧我哋會有一個講座啦。我知 Alex 咧會喺到時咧就同我哋分享有邊3大嘅行業係一啲好有前景嘅行業啦，亦都有邊3大嘅行業咧係啲夕陽嘅行業嚟嘅。咁我相信咧，大家朋友都好想會知道。咁不如咁啦，大家可以咧電郵俾我哋。咁到時咧，我哋咧預留翻個位置俾你。咁大家咧作一個咧更加深入嘅了解啊。好多求職者咧對公司嘅背景啦、文化啦同埋前景咧都已經做咗一定嘅研究啦。但係咧，佢哋都好難揾到工喎。Alex，你有咩講見啊？係啊，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睇過最近嗰個勞工處嘅資料啦，或者香港政府嘅資料，其實香港嘅職業錯配個情況咧係好嚴重㗎。有好多工咧就冇人去做喎，但係有啲工咧就10幾20個或者上百個人去爭一份工作咯。每一次咧有好多朋友上嚟我哋公司度揾工嘅時候咧，都話我想做啲內部嘅工作啊，想做啲後勤嘅工作喎。我每一次都問佢點解，因為咧原來咧好多人都覺得咧內部嘅工作係點啊？簡單啦，冇壓力嘅喎，又唔需要對人喎，咁相對嚟講個收入會穩定啲啊嘛，因為唔使捽數。所以肯定係咁樣。咁其實真係冇呢啲咁完美嘅工作咯。最重要係做一個咧自己可以掌控得到嘅工作咯。呢個就係最實際嘅。Alex 你講得好啱啊！我咧啱啱有個咧 case 係咁樣樣，有一個求職者啦，佢咧其實係一個加拿大嘅大學畢業生。咁咧佢喺香港做嘢，咁其實一路咧佢都做得好順利嘅。咁但係咧好可惜，咁因為工作咧真係太大啦。咁於是喺2年前咧，佢就毅然咧 quit 咗份工啦。咁但係好可惜，佢 quit 咗份工之後咧，就遇上金融海嘯，哎呀咁就慘啦，2年都揾唔到嘢做，咁佢就好心急去開飯㗎嘛，就嚟揾我哋。咁當時咧，其實我係冇一個相關適合嘅工作俾佢，但係有一個咧就係一間好大嘅跨國公司請緊一個文6個月 contract 嘅職位。咁我知道當時其實不就咗佢嘅，不過我同佢商量咗之後都好啦，要開飯嘢咁都做住先啦咁。咁佢翻咗工。第一日，佢已經同我講好辛苦啊！咁我同佢了解下點解咁辛苦啦。佢話原來工作咧就係需要咧filing 咯，scan 啲文件啊咁。佢話咧佢個僱主佢嗰個上司咧就對佢好有要求嘅，一日要求佢咧 scan 70份文件嘅，但係唔得㗎，佢嘅壓力好大，佢只可以咧 scan 50份文件。哇！咁當時我已經鼓勵佢話唔緊要啦 ，contract 都做住先啦，因為即係喺而家咧其實唔容易揾到一個即係工作啦，因為2年冇投入到市場咧 job market 咧，投入翻個 job market，然後再去部署下一步係好重要。咁但係
呢個即係求職者就好抗拒話，哇！我做 contract 嘅啫噃，使唔使 OT 咁多啊？我日日頂6點幾放工，已經係頂到盡㗎啦，唔可以再 scan 70份文件㗎啦咁。咁雖然我真係多番鼓勵，咁但係咧2個禮拜之後咧，好不幸，佢咧都係俾公司炒咗啦。真係好差。其實見工面試咧，真係需要好多學問㗎，你要注意好多細節喎。咁真係可以話要一絲不苟啦。咁好多求職人士咧，我覺得最好咧就向多啲有專業嘅人士，即係攞多啲專業嘅意見啊，同埋一啲實質嘅例子咧。咁到時咧就可以唔使兜咁多彎，亦都可以一擊即中啦。咁咧嚟緊嗰集咧就會有更加精彩嘅內容嘅。咁下一集見啦，拜拜。